排序呀、影片要排序，影片按照那个字母排序，要从这个有 YouTube 这个，还有从有 YouTube 的这个，还从有 YouTube 的这个进去找那个你的频道，播放清单，点按播放清单。不对耶，应该点媒体库啊。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注意看，播放清单，媒体库的播放清单，媒体库，那播放清单。现在在看播放清单了。超级简明英汉字典，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。再是这个了，你看左边，有没有看到左边多了什么符号？多了等于啊。还有无法播放的影片哦。现在要调整顺序啊，有没有办法把那个顺序调整好？这个要调很久哦。英文题库哎。一样的嘞，按左边按左边缩图，你看左边有像数学那个等于那个两条横线的等于那个符号，按住缩图，按久一点，可以上下移动了。你看影片下面有画红线的，就是有观看的记录。现在你看排顺序了，有没有？还是刚好发现两个长度一样，然后内容又一样，你看画面缩图画面也有一样，是重复的。哇，重复送上去的了。A 在这里哦。A 怎么在最下面呢？按住那个左下角，有没有看到在移动了？可以移动了哦，移动到最上面。有没有看到？现在自首 A01已经在最上面了。发现 K01的最多人观看了，可见第一个摆放在第一个位置的比较有人会观看。最好尽量按照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。W 是英国、美国人的读法 ，WC 是日本人的读法。
W 了，W 是日本人的读法，W 是英美人士的读法。现在要找到字首 A 或者是 B 哦。我这个要调很久呢。原则上，先送上网络的，它会放在下面，也有可能是放在上面哦。搞混了啊！好像现在这样，知道怎么做，只是比较花时间而已。B01。档案比较多啊，就是这个方法了。然后 B01字，你看看那个英文字的排顺序，第一个字比完了比第二个发现这个 BA 的比 B 上面 B1 的，还要找顺序排顺序，所以这个顺序比较先了。有看过的都会有，有看过的就会下面有红线，你看。看不出来哪一个先呢？至少 A01啊，A 排完了排 B 啊。HIJJK L，I 比 L 还要早，比较左边一点，能够移动就好了。B 跟 BI 哪一个先？第一个比完了排比第二个，第二个 ABCD， 比 I 还要先呢。按住左边缩图的地方，按到觉得可以移动了，再往上下移动。最好按照顺序是从上面一直下来。观看呢，通常是先看到了才会看呢，不可能没有看到了就会滑到下面去看嘛。所以把那个放在上面。所以按照从上面到下面这样排顺序。
B 这里还有啊，C 这里还有啊。不知道能不能一次2个，不可能啊。选定就是只能1个啊，哪有办法2个？可能不同时期做的，所以那个影片标题也不一样，格式不一样，风格不一样。你看这个 C， 那这个不就是刚刚那个？能做的先做了，不能做了，等一下再做了。B 呀，B 这个也要上来。按照顺序呀，字母排顺序。同类的放在一起。O 跟 Q 又不一样，搞混了。O P Q P Q P 来 Q， Q R S。靠近那个等于那个符号，比较容易移动。P Q R S T U T T U V W X Y Z。现在看到 D 了，有没有？B C D 嘛，来找 E A F G 嘛。
嗯，三宝 three treasures for new now receivers。他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值得庆贺的事情，但却有更多无价且必须要全力以赴来追求的东西。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life worth celebrating. However, there are even more priceless things worth pursuing with all our efforts. 2500多年前，当释迦牟尼佛仍是王子时，亲眼目睹了人世间之生老病死。他告诉自己，一定要找到一条永恒之路。于是，他放弃了王位及荣华富贵，四处去找寻名师及永久解脱的法门。后来，燃灯古佛为他受记，最后他修成了正果，也留下了许多的。哦，这个要处理很久呢，不容易啊。已经弄很久了，哼。可能要弄1个小时。FGHI。GHI。
一样的。L 怎么找不到？哦，在这里，GHL 在这里。G 呀。F 来 G， 也有念 G， 也有念 G。H G 来 H I J K L M M N O P Q R S O P Q R S。L M N O P Q P 呀 P 呀。N O P Q O P Q R S O P Q R S A U V U 来 V Double U
W X Y Z。O 来当 P 啊 ，NO 来 P，O 完了才是 P 啊。NOPQ RSTUVW XYZ，就是要这样排列的呢。